你好，呢度係粵精彩時局縱橫，我係芬妮。2004年9月19號，北京大會堂，江澤民交出咗佢手上最後一支權杖，中共軍隊嘅最高指揮權。而喺嗰28日前，亦就係2004年嘅8月22號，正係接任者胡錦濤站喺台上為鄧小平百年誕辰致辭。22年後嘅今日，中共將喺8月17號舉行江澤民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呢一次致辭嘅人換成咗習近平，呢個係一個極具歷史張力嘅時刻。當年致辭嘅胡錦濤喺致辭後28日攞到咗全部權力，而今日即將致辭嘅習近平身邊就冇任何接班人嘅影子。所有人都一直盯住大會堂嘅第一排，猜測胡錦濤、王岐山呢啲消失嘅老人會唔會出現。但呢場大會真正礙眼嘅缺席者，並唔係某個具體嘅人，而係中共內部已經徹底消失嘅交班政治。2026年8月17號係江澤民誕辰100週年。早喺今年3月，多間中國大專院校就發表咗論文徵集通知。華南理工大學3月24號轉發嘅通知寫得好明確：8月中，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同文獻研究院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將喺北京聯合舉辦江澤民同志生平同思想研討會。7月6號，新華社又公布新一批77個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江澤民喺揚州嘅故居名列其中，將一名前領導人嘅故居納入中共宣傳教育體系，當然唔係一次隨意嘅景點評選。佢講明北京正係為江澤民百年紀念鋪設官方敘事。至於外界而家談判最多嘅8月17號紀念大會，消息主要嚟自旅美時事評論員蔡慎坤。8月7號，佢喺 X 平台爆料，北京屆時將舉行規格比照2004年鄧小平百年紀念嘅活動，習近平將發表講話，約6000人出席。胡錦濤、王岐山等卸任高層係唔係露面，亦將受到關注。佢仲話，毛澤東紀念堂內可能增設江澤民革命業績紀念室，呢啲細節目前都冇得到中共官方證實。截至8月9號，中共官委仲冇公開任何有關紀念會嘅消息。毛立堂嘅公開頁面仍然只係列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同陳雲6個紀念室，冇江澤民紀念室。不過，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1996年發布嘅規定，對喺中共歷史上處於核心領導地位嘅主要領導人，逢百年誕辰由中共中央召開紀念大會。中共對江澤民嘅官方定位就係第3代中央領導集體嘅核心，亦就係話，即使蔡慎坤披露嘅具體名單有出入，中共為江澤民舉行中央級紀念活動，仍然有自己嘅制度根據。2004年8月22號，中共喺北京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當時胡錦濤已經係中共中央總書記同國家主席，但就冇完全掌握軍權。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仍然係江澤民。28日後，9月19號，中共16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接任。江澤民喺2002年11月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2003年3月卸任國家主席。2004年9月，江澤民先交出真正掌握軍權嘅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半年後嘅2005年3月，又辭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
自此先至卸下全部正式職務，由黨權到國家職務，再到2個軍委主席，成個過程拖咗2年幾。外界普遍認為呢個係剛亂權嘅原因。胡錦濤已經坐上總書記嘅位置，江澤民就繼續捉住中共最高領導人最重要嘅權力來源軍權。江澤民退休後，佢提拔嘅一批官員亦仍然係中共高層，政法系統、共軍同上海政商圈中保持影響。外界長期將呢個網絡稱為上海幫或江系。至於江澤民最後交出軍權，有幾多係主動，有幾多嚟自黨內壓力，公開材料無法回答。但結果好清楚，就係江澤民喺在生嘅時候就將所有嘅最高職務交俾咗胡錦濤，接班人事先已經出現，職務轉移亦有大致嘅時間邊界。換句話講，江澤民嘅問題係拖延交班，而今日北京面對嘅問題係邊個嚟接班、幾時交班、點樣交班，全部都係冇公開答案。呢個亦係今年紀念江澤民最敏感嘅地方，因為替江澤民離場作出最高評價嘅人，正正係習近平。2022年12月6號，習近平喺江澤民追悼大會上致悼念詞。12月7號，人民日報刊出嘅傳聞話，江澤民喺籌備中共16大期間，主動提出唔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目的係促進黨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到2004年，江澤民又主動提出辭去黨同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呢種做法稱為對中共事業嘅深謀遠慮。如果8月17號真係舉行中央級紀念大會，習近平面臨嘅難題就唔單止要唔要重提主動退出同新老交替，而係呢8個節會直接將聚光燈照喺佢自己身上。習近平已經進入第3個任期，到而家冇公開指定接班人，亦都冇交代幾時以乜嘢方式退出。如果佢再次肯定江澤民嘅離場方式，就等於承認最高權力應當交接。外界自然會追問呢套標準點解唔適用於佢本人？如果講話稿將呢啲內容完全刪去，問題反而更加尖銳。假如習近平仍然大權在握，咁刪除呢段話，好可能意味住佢正喺主動抹去交班嘅標準，避免俾自己嘅長期執政設下期限。假如佢嘅權力已經受到牽制，咁接班人遲遲無法確定，亦可能令自己退場，亦可能說明佢已經唔能夠完全決定由邊個接班，自己點樣離場。無論係邊一種情況，江澤民100年紀念真正照出嘅，都唔係習近平當年退得係唔係乾淨，而係習近平今日究竟拒絕唔交班，定係已經無法安排交班。2018年，中共修改憲法，刪除咗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2屆嘅規定。當時中共官方嘅解釋係，中共中央總書記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原本就冇2屆限制，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亦都冇，所以國家主席嘅規定需要同佢哋保持一致。呢段解釋本身已經講明咗問題，北京唔係為總書記同軍委主席補上任期限制，而係反過嚟刪咗國家主席原有嘅限制，令3個職位都唔再有任期限制。2022年10月，江澤民喺中共20屆一中全會上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23年3月，佢再次當選國家主席同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正式完成第3任期嘅黨政軍配置。截至目前，中共高層冇任何一個人被公開安排成習近平嘅接班人。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亦冇人好似當年嘅胡錦濤或後嚟嘅習近平咁樣，提前取得相對清晰嘅接班位置。呢個雖然唔能夠證明習近平已經決定終身執政，但佢至少證明北京冇向外界提供退出時間表，亦冇建立一旦最高領導人突然間無法履職時，權力點樣平穩轉移嘅公開機制。睇中共第一獨裁毛澤東，歷史嘅警告好清楚。毛澤東唔係從未挑選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王洪文同華國鋒都曾經喺唔同嘅階段被推到接班位置，但劉少奇喺文革中就被打倒並死於囚禁。林彪被寫入黨章後，又喺權鬥中敗亡。王洪文好快上升，又成咗階下囚。毛澤東直到1976年去世，仍然掌握最高權力。佢留低嘅唔係穩定交班，而係靠領袖個人指定，又可由領袖隨時推翻嘅接班安排。江澤民至少完成咗正式職務嘅轉移，毛澤東就在位至死。習近平今日尚未公開宣布要走毛澤東嘅道路，但佢已經離開咗江胡時期大約10年交班嘅軌道，呢個先至係江澤民100年紀念會真正刺激習嘅地方。借死人俾活人撐腰，延續核心譜系嘅政治焦慮。既然江澤民嘅離場會引起比較，咁習近平點解仲要高調紀念佢？習近平需要江澤民，首先係因為中共需要維持自己嘅統治譜系。官方歷史將毛澤東稱為第一代領導核心，將鄧小平稱為第二代核心，將江澤民稱為第3代核心。胡錦濤就以總書記身份接任，最後進入所謂習近平新時代。如果江澤民喺100年誕辰時被故意冷落，等於中共自己嘅承認，呢條由佢精心包裝嘅歷史鏈出現斷裂。更加現實嘅一點係，江澤民時期有北京今日仍然想使用嘅政治資產。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資大量進入，民營經濟擴張，城市化加速都發生喺嗰個階段。呢啲成果當然唔係江澤民嘅功勞，更加唔係中共可以獨佔嘅恩賜。佢哋嚟自中國民眾嘅勞動、國際市場嘅開放以及改革政策釋放出嘅社會活力。但北京需要將呢段歷史寫成中共領導始終正確嘅證明。今年研討會嘅徵文要求亦都好能講明中共點樣製造歷史。通知要求論文符合黨嘅3個歷史決議精神，涉及有爭議嘅人物同事件時，要符合黨中央有關要求，仲要將3個代表同習近平思想嘅關係講成一脈相承，又與時並進。文章仲未有送審，結論已經先規定好啦。呢個唔係自由研究，而係一次有統一答案嘅政治寫作。官方要嘅江澤民唔係一個可以被追問功過、責任與代價嘅歷史人物，而係通往習近平嘅其中一塊宣傳踏板。問題亦就喺呢度，習近平想繼承江澤民作為第3代核心嘅正統性，就好難將江澤民完成交班嘅嗰段歷史完全剪咗。佢要江澤民替今日嘅統治撐腰，但就將新老交替4個字重新帶返到觀眾面前。當然，我哋只係傾交班，江澤民好容易被寫成一個比習近平開明、懂得退出嘅前領導人，呢個同樣會歪曲歷史。因此，我哋有必要嚟回顧一下江澤民嘅政治遺產。江澤民最大嘅政治遺產係貪污，貪污治國，以利益養所謂嘅忠誠，再就係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執政嘅1990年代同2000年代初，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土地、國營企業資產、金融資產同官位亦喺權力支配下重新分配。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曾經將江澤民時代概括為腐敗、開放、相對寬鬆，並指出圈地、國有資產流失、權利尋求租用、以權謀私、尋求租用同貧富差距擴大，係嗰個時期同經濟活力一齊出現嘅現象。喺缺乏獨立司法、新聞監督同公開財產制度嘅環境入邊，權力保護利益，利益又能夠鞏固政治忠誠。江澤民提拔嘅官員喺佢退休後仍然遍佈中共高層，共軍同政法系統正係呢套用人方式留低嘅結果。習近平上台後，以反腐敗嘅名義拘捕咗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喺江時代上升嘅高官，確實打散咗部分舊網絡，但佢冇將反腐敗交俾獨立司法，亦冇允許媒體同民眾查官員財產，查邊個唔查邊個，仍然由中共內部決定。舊派係被清洗啦，以個人忠誠換取安全嘅做法就冇消失。英國內政部2025年11月發佈嘅《中國法輪功國別資料》梳理咗多個政府同人權機構嘅公開材料。報告記載，江澤民喺1999年要求剷除法輪功，6月成立秘密運作、游離於正常司法程序之外嘅610辦公室。7月全面鎮壓開始，大批法輪功學員被拘捕、判刑或者送入勞教系統。2018年機構調整後，610辦公室嘅部分職能被納入中共中央政法委同公安系統，但迫害冇因為咁而停止。英國內政部嘅報告引述明慧網統計稱，2024年有2828名法輪功學員被捕，另外有2864人次受到騷擾。報告同時提醒，呢啲數字嚟自受迫害團體自己嘅信息網絡，受中國封鎖環境限制，難以進行完整嘅獨立核驗。中共持續以刑法第300條等手法打壓法輪功學員，已被多國政府同人權機構長期記錄。江澤民係呢場迫害嘅發動者同主要責任人之一。習近平掌權10幾年仍然未終止迫害，亦都唔能夠再講只係被動繼承歷史包袱，佢已經成為延續呢套政策嘅第一責任人。中共嘅紀念大會會傾江澤民點樣維護穩定，但就唔會話俾觀眾知呢種穩定令幾多人失去自由、家庭甚至生命。權力可以交俾下一任，但只要迫害冇停止，受害者睇到嘅只係責任人嘅更換。如果8月17號嘅大會如爆料所講舉行，新聞鏡頭一定會成為焦點。胡錦濤係唔係露面？身體情況點樣？王岐山係唔係出席？邊啲退休常委坐喺前排？外界都會反覆觀察。江澤民留低咗腐敗、派系政治同迫害法輪功嘅沉重責任，而家又成咗習近平借以維護核心一脈相承嘅官方歷史。但又被逼將一套已經被習拆咗嘅交班慣例重新帶返到公眾視野，到時候所有人都會睇主席台上少咗邊一位老人。真正長期缺席嘅其實唔係胡錦濤，亦唔係王岐山，而係中共嘅下一任最高領導人。你好，呢度係越精彩時局中橫，多謝你嘅陪伴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等我哋一齊喺動盪中堅守真相，喺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會。